今天邀请到了2位要来跟我们开房间的朋友，哇，这2位呢都是实力派的唱将、创作人，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到毕书尽以及李玉玺。iMusic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毕书尽，我是Dino 李玉玺。今天呢，最主要2位也带了新作品来，是对，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我的最新一批叫做《撞》，碰撞的那个撞，然后里面收录了2首单曲，是一首歌叫做《你》，一首歌叫做《撞》。撞这首歌是都在讲对于梦想跟坚持，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得到正面的能量。这张 EP 叫做 I'm Coming Home， 那也是收录了2首歌，一首歌叫做《比密》，一首是 I'm Coming Home。好 ，My Music 开房间，毕书尽 VS 李玉玺的对唱9宫格。这游戏怎么玩呢？其实就是圈圈叉叉。那对唱什么意思？不是2人合唱哦，是要唱对方的歌。圈圈叉叉会吧？是 OK， 选一个之后呢，我们7是不是？他选择7 Love More， 毕书尽的作品 Sing with Me。你要选哪一首？爱就是冷漠，爱不就是冷漠，需要你撒浪耶 I love you。 OK， 他喜欢这个游戏耶。好，9号比密以及 I wanna say。I am okay， 我想要听见你说 I wanna say， I wanna say， 忘了谁不会后悔。歌词是唱对的吗？前面有翻过来，但是对，至少你唱的是对方的歌，对，至少我会唱。哇！我唱撞。转的目光挂满了向往，历经过风霜，终于交射出光芒。我们接这样好不好？那就是3啊。哇，这个你应该可以唱他的吧？这可以吧？这个可以吧？可以啊。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请给我更勇敢的双手。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再给我更辽阔的天空。네가 돌아가지 마라 네가 영원한 소리도록 그대여 내게 제가 come back to me 이렇게도 好谢谢 무너져가는 나를 很棒哎，可以看出来谁才是真的朋友。好来4，你为什么？给你机会。好，所以你要唱哪一首？笑，确定 Yeah。 OK， 耶！他唱你的歌，终于。笑，对着自己苦笑，曾经有多胆小，失去了你，我知不知道？哇，很磅礴，那就这个喽，终结游戏了是。对啊，我会唱，但我觉得我唱不好。逆时光的浪。亲爱的，当我号码靠近我左心房，我在这，可以啊，我在这，我选我们青春。好，
一起把青春再一次对不起，这段自己的歌绕赛。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Yeah， 好的，我们要来恭喜这个游戏的获胜者就是李玉玺。耶！好，要恭喜我们这个游戏的获胜者可以获得 Almost 来自法国的行李箱，送给你李玉玺。耶，很漂亮哎。